你们3个就是在这儿做的实验，记得吧？1个小时前，难道是郑老师把面粉和小苏打调换了吗？哎，李雪，你把那个最后一段再放出来说说。可以，你自己调吧。哎，李雪，那手机有问题啊？不可能吧？郑老师是故意针对我们3个。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。对不起啊，哥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哎，没事儿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也就顺便和长安和好了。哎，岁月，我们不是早就和好了吗？昨天放学你还帮我赶走了程杰那帮人，我还得好好谢谢你呢。啊？我没有啊。啊？昨天晚上我去打篮球了，哪有帮你赶程杰这回事？他们还说你跑得比平常还快呢。难道不是你？可是他还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啊！你怎么会这么没用啊？难道昨天救了我跟冰块的，就是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个 AI？就是说，除了001之外，还有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 AI。哦，这真的是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啊！这个大数 RSA768是一个768位元232十进位位数，为了求出是由另一个大素数。没意思。对呀，对呀，你终于说出广大人民的心声了。我们参加的是密码社，从第1堂课到现在，都在算数学，上课在算数学，社团活动还在算，而且据我所知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也不比这个。学这个有什么意义？算了，今天就到这儿。你们俩要跟踪我啊？常小轩，你数学一直这么好吗？以前只是兴趣，后来才变好的。那你爸一定很开心了，孩子数学又好，打篮球打得还不错。浩轩，阿姨好。哎呀，好，长安随月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正好要带浩轩去看场电影。今晚要去补习，英语课。我先去地铁了。浩轩，我们先走了。所以你们怀疑我是001了？我一直怀疑你们2个其中一个也001，难道你们都不是吗？